客人原本牙齒因為有兩隻爆牙嘅關係，睇落去好似凹凹凸凸咁。上排牙齒整體排列參差不齊，同埋牙齒顏色比較偏黃。客人最主要想上排牙齒睇落整齊啲，我哋會同佢做翻微笑線設計。另外牙齒顏色會揀翻白淨啲嘅乳白色。我哋 Grow Smile 團隊幫佢做全瓷牙貼面，首先幫佢做 CT 掃描，再備牙。訂做好牙貼面之後，就會先安排試戴，過程由經驗註冊牙醫主理，港人陪同跟進，確保客人滿意之後再進行安裝。客人完成牙貼面之後，睇落牙齒整齊好多，客人犬齒過突嘅問題都改善咗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咪都好想了解全瓷牙貼面有關資訊？Grow Smile 嘅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幫你深入了解自己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整體牙齒狀況。我哋會用黃金比例分析，精準測量牙齒比例，打造符合美學標準嘅完美微笑。仲會根據你嘅面型、膚色、五官比例同口腔狀況，即場用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幫你設計最啱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牙齒矯正、美白定係重建缺失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等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而家過程費用全免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就快啲點擊以下連結啦！